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表示，中国对待东突厥散穆斯林的行为接近种族灭绝。欧布莱恩16日在阿斯彭研究所的一个网上活动发言，提到北京打压维吾尔等问题。他形容，如果不是种族灭绝，东突厥散的处境与种族灭绝相近。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曾在6月暂扣一批来自东突厥散的发型产品，指货品可能属强迫劳工制成的真发产品。欧布莱恩认为，中国名副其实地剃掉维吾尔女性的头发，再将之制成发型用品，并运到美国出售。经济学家杂志在报道阿德里安曾斯提供的数据的基本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破坏维吾尔人反人类罪行》的文章。文章指出，到2019年底，已经有88万500名儿童入学了喀什省和刹车县的寄宿学校，自2017年以来增加了近38万3000名。在2018年，这些学生中有9500多名被归类为单人困难和双倍困难。单人困难是指父母中有一人被拘留，双重困难是指父母都被拘留。根据从当地政府运营的网站下载的文件，所有儿童在2019年夏季，父母中至少有一个人在监狱、拘留或在教育中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在年底前关停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对此，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表示，这是出于破坏中美人文和教育交流合作，严重违背两国民意。美国国务院和教育部在写给高等教育机构的一份信中提到，中共维权政府对美国校园的恶劣影响是一个真实、日益增长的威胁。孔子学院被标榜为中国语言和文化学习中心，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孔子学院也是中国恶意影响以及中共在美国校园进行宣传的工具。信中还说，孔子学院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北京资助，可以为学院提供财政和其他激励，以避免批评中国的政策，并可能对机构的教员施加压力，要求其进行自我审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国务院要求美国各级学校在年底前关闭孔子学院。在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备受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根据中国官媒央视的直播画面显示，习近平在大会上的讲话长约52分钟，但在倒数7分多钟时，习近平突然多次咳嗽，持续时间甚久，引起台下不少与会者注意。央视为此连忙切入会场画面，但剩下的时间内，习近平的咳嗽并未缓解，且频频喝水。在武汉病毒起源问题上，中国越来越处于重压之下，多国政府都要求北京公开透明地处理病毒起源问题。在大选过后持续不断的示威抗议下，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本周四宣布辞职，希望以此来避免流血冲突。自从该国10月4日的议会选举以来，反对派持续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者冲击政府大楼。压力之下，该国当局不得不宣布这次选举结果无效。热恩别科夫10月15日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辞职来避免示威者与当局之间可能出现的流血冲突。据路透社报道，热恩别科夫说，如果局势恶化，当局将不得不使用武力，会出现流血伤亡。我不想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一个造成流血伤亡、朝自己的公民开枪的总统。